练诗歌信息，咱先练开信息54首，信息54首，同心而乐天地。这首诗歌咱真熟54首，咱做阵来第一节来。同心而乐天地，主领我从天，让天地不由不尽，就我的灵魂。再来，我要做主名，兄弟都是一样。最后互咱啥物有换心，归有换心，归有换心，这个爱知影归有换心，甲这个所在。来，咱第3节来唱一个，第3节，来。咱若看白话字的播音就知影，再来，咱再来念一首，第2首，回应的诗197首。囡仔有人无做苦楚。这有真多的附点比如讲第1节第1段遮第1节既若有人见有人既若有人做苦楚，搁来都毋是有附点着找救主耶稣，敢若即个所在无附点搁来第2段嘛是第2项主嘅主宾都有关联，即个所在主嘅主宾这拢有附点，咱来小注意者。伊的时阵，学的所在嘛是共款第3节不过信一，不过信，不过合一，这拢有附点所以咱咧念的时阵爱注意。最后嘛是最后一段，即时拯救你有附点，所以敢若头前第1节的所在第1段的所在，第3小节无附点搁来第9小节也无附点。其他拢有附点，所以咱念的时阵爱较注意者，爱较注意即个所在。好，来，咱搁来念第2节，来第2节，来。
咱今仔日的主日马上要开始吼，那请兄弟把恁的手机啊，把它切换到静音的模式吼，那预备我们的心。咱奉主的名要开始今仔日的主日礼拜，请主人作业。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来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咱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着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心到万世代。请兄弟起立，咱来念圣诗第第54首，甘心懊恼天地。咱来用辅导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帝，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的心头海，对在世路马亚事事，伊不离不了都来是我，天时的心来造荣物，第三日对上了火花，今天大地在面对上帝和平，伊的力量过来心化华人的信仰，我信心。我祷告，信靠相通，
客应文，今日客应文是伫启示录第21章的第1节到第7节，我来记。我佫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佫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佫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变身要甲伊治体，来做伊的上帝。无要佫有死神，也无要佫有哀伤、嚎叫、痛痛。坐伫座位的讲，我换心万面。又佫甲我讲，已经成，我就是阿法甲欧米伽，是起头的甲落尾的。得胜的人要先接食的。咱三角头来祈祷。阮是天父的爸，你是阿爸甲欧米伽，你也是起头甲落尾。我感谢你，伫今仔日的主日，你悠然召集咱众人三角来保罗敬拜主。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2个主日，我要感谢你，伫2000年前，你为阮众人差派你的独生囝降生，行12架的道路，救赎阮众人，互阮有新的活命，互阮有新的愿望。虽往世上有遮济困难，阮将来还佫用看见对上帝降落的信息。我要恳求你因为阮众人对你的信，你着甲迄个平安甲喜乐大大赏赐，互阮众人。佫因为信心的能力，互阮众人会当活出有愿望的生命，互阮因为阮的行为，互遐个无信的，因为看到阮的行为，因更渴慕耶稣来回转，来归向主。所以，我要佫用你教示阮的主导员来祈祷。愿你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明白，你的旨意在哪？你对你是心意，愿是行，你来我下面我的服务，今天我下面我服务我，对所愿是，对我专门的好，因为我专门用能从你的手，代代不弃，阿门。咱要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的经文是伫约翰福音第3章22节到30节。我来读，请兄弟来看。第22节，这个代志以后，耶稣甲伊的学生到犹太地，甲因伫遐来行洗礼。约翰也伫行洗礼，伫近撒冷的哀热，因为遐有济水，人到遐来洗礼。
因为约翰也未搬落家。对安呢，有约翰的学生甲一个犹太人争辩清气的事，因来就问约翰，甲伊讲：亚比啊，从前你甲你伫约旦外，你所干净的，你看，因伫行洗礼，众人拢就问伊。约翰应讲：若毋是对天互伊，就人袂得到啥物。恁家己为着我做干净，我捌讲，我毋是基督，我是奉差伫伊的面头前安尼。有新娘的是新囝婿，新囝婿的朋友徛咧听伊，为着新囝婿的声，就欢喜到极。所以我即个欢喜充满了，伊的确兴旺，我的确去衰微。请信歌队带咱来大家同齐来学咯咱的上帝。
今仔咱要来欢迎本会杨牧师来正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大港节的默想。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伫大江的节期中间，搁三甲组织伫上帝殿院来敬拜阿罗主。今仔日即个题目大江节的历史照理讲应该是伫咧即个顶礼拜，总是因为顶礼拜咱是基后真理的即个分享各位差不多是用第四个第四个礼拜。所以，伫遮无思考一个，感觉讲，其实大家这边中间，需要咱兄弟姊妹做阵伫遮来思考一件事大港节是咱人所想出来，毋是即个耶稣伫圣经内面有特别啥物款的记载所以咱会当清楚知影，虽讲是人想出来的节期，但是嘛是爱，互咱知影讲，要安怎用透过所谓耶稣出世的这差不多一个月，进前一个月的时间，咱伫遮来思考甲上帝的关系，要安怎用透过圣诞的节期中间帮助咱。所以伫当一个咱看即个周报要介绍咱伫24号、25号这个圣诞的活动，我相信有侪咱兄弟姊妹伫细汉到即马。咱有侪的期待无共款的期待所以愿主嘛帮助咱伫大港节，咱会当真正来思考，是毋是会当安静落来思考要开始进行就请咱三角码头来祈祷。仰望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伫眷顾阮面前兄弟姊妹，一年时间咧过真紧，阮嘛进入大港的节期。我嘛准备要来迎主救主降生，伫即个特别的日子，阮兄弟姊妹三个组织伫上帝的殿院来敬拜阿罗主。当阮看到教会的布置，当阮看到阮伫社会顶悬嘛来看到侪侪有关圣诞节期中间所有的即个环境布置，心情各方面，阮会感受到，确实圣诞节到。主啊，阮感谢你。伫即个世间，阮伫遮来纪念救主出世。当然，阮知影要安怎用无共款的方式，阮毋通过头伫迄个过程世俗化恳求信心，甲阮三角地地来帮助阮。伫今仔日透过大港节的历史，阮来思考，阮来想要安怎样甲上帝搁结连。感谢主，祝福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讲的。听的特别得到利益，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在看大港节，当然大港节差不多根据即个教会历甚至伫教会历内面，其实嘛真无看重即个大港节，因为咱知影耶稣出世是2000年前的遮个故事、遮个代志、遮个事实。总是咱伫信仰的团体内面，咱当然一直流传，所以伫差不多14世纪的时阵，差不多迄个时阵才开始有所谓的大港的节期。教会历嘛，差不多伫咧即个13、14世纪开始来安排教会侪侪无共款的即个教会历。所以无论是怎样，无论是怎样，咱伫纪念耶稣出世。迄个过程，我顶礼拜嘛讲过，耶稣出世嘛，毋是伫咧12月25号，已经不可考毋知影迄个日子确实的日子，甚至有个人讲是明年就是1月份，1月初6。所以，即个日子当然有重要，但是安怎对伫咱伫世间的生活，牧师真期待，迄个意义更较重要。所以伫顶礼拜嘛有分享即个欧美的国家因有放圣诞节，牧师伫咧读神学院的时阵嘛是放圣诞节2礼拜，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就会当去体会感受，除了教会实习以前神学生的教会实习足无用，结束了后，而且还佫写报告、期末报告，所以真侪时间就拢忽略去。
迄个圣诞节带来，只有啥忝啦。哦，有诶兄弟姊妹圣诞节服侍了后，就安怎，就忝啊，休困啊。哦，一直到明年度才搁来聚会。哦，因为伤忝啦，所以咱毋通本末倒置。哦，毋通颠倒歹去。哦，真毋茫，牧师真毋茫。特别伫今年，牧师看到咱的教会一年一年咧宣传即个圣诞节的遮所有的活动，咱的同工一年比一年搁较辛苦。啊，有布置吼，有遮个即个咱24号，牧师邀请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一定拢爱来。哦，24号为透早即个11点就开始啊吼，咱的即个周报顶悬嘛有写吼，咱有遮个做的 DM 吼。伫即个过程，牧师嘛真期待咱抱着啥物款的心情，所以咱即个月中间应该是对顶礼拜开始，咱咧过即个所有的等待耶稣出世、耶稣降生，这是咱即马较有的哦。以前迄个期待弥赛亚来。迄个过程，我相信毋是亲像咱即马安尼。哦，所以咱嘛爱恢复到迄个期待，迄个比赛亚来，已经来啊！哦，已经来啊！咱知影，主耶稣救赎咱啊，咱应该更较欢喜快乐，将即个欢喜快乐救赎的感动安怎分享互咱的厝边头尾亲戚朋友，这个微信的兄弟姊妹，这是真重要。哦，这是真重要。所以期待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会当。伫大工的这期中间，好好安静落来，来反省，来思考，甲上帝的关系。好，要开始进行以前，请咱三甲来祈祷。向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伫大工的这期中间，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嘛唤起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遮真正有默想的时间，好好安静落来。阮来感谢上帝，这一年。上帝你的眷顾，帮助阮兄弟姊妹平安经过即个疫情复杂的过程。虽讲，阮看到即个疫情悠远，还佫有侪人伫遮来得到，总是主你顾惜阮，帮助阮兄弟姊妹，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真正会当伫疫情复杂的过程安静落来，互阮来经过。这3年久疫情的时间，感谢主，阮逐年犹原会当来过即个所谓圣诞的节日，而且阮爱搁安静阮的心，来反省甲你的关系。恳求圣神甲阮三甲彼得，帮助阮今仔日的分享，拢会当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感恩恳求奉主的圣名，阿门。大港节咱咧等待。当然，咱看到即个天使出现了，咱有看到礼座内面有耶稣，咱礼拜结束的时阵，会当来看即个，这是圣诞的布置。咱伫圣经内面的记载，当然毋是100%还原，但是咱借着咱的印象。有天使伫遐咧吟诗，伫遐咧宣告，看到个西巴尼亚真正伫咧即个礼座内面，看到礼座内面的耶稣，所以毋是去一间病院，毋是去一间病院，咱是安怎？咱是伫礼座内面，毋是伫咧即个尊贵的病院出世，咱是伫微微的礼座内面出世。所以，互咱会当思考，为什么耶稣咧出世伫咧即个微微的礼座内面？我相信这是咱兄弟姊妹伫信仰生活内面，特别伫即圣诞的节期中间，咱逐年安尼在过，你有发现啥物无？你有发现啥物？所以今仔日要透过即个大港节期中间第2礼拜，所以咱来看周报顶悬第2礼拜是写啥物？第2礼拜。特别爱注意啥物个无？咱二班嘛吼，二班啥物？叫做降生。咱爱有信心，我相信，这是啥？这是独一真的真神。咱叫做耶稣出世，用人的款式，而且表现帮助咱来一发力。你看，
上帝偌尔啊疼咱，反正咱伊要为着疼咱直接将做人的款式，咱讲道成肉体来到即个世间。所以伫遮咱伫第二礼拜当然咱后一礼拜、第三礼拜、第四礼拜，牧师共款拢会大概用即个大纲的节期互咱来思考。所以这一个月差不多，咱伫咧即个过程中间，随往咱看到即个世间奇花，你若新白啥物，圣诞树着。来啥还有一个地方嘛新白，哇，迄个圣诞树比咱教会搁较大丛但是迄个欢喜快乐，迄是当然商人就真侪欢喜快乐啊，因为有真侪会满意啦会钱伫遐进账。总是咱咧，亲爱兄弟姊妹，你我咱要安怎样伫圣诞的这个中间，真正安静落来？拄则咱看听生活对。用即个吟诗的方式，有一首歌，用即首诗歌伫遮来帮助咱，搁一边来思考，咱甲上帝关系所在。牧师嘛真期待，伫圣诞的这个中间，咱真安静落来，逐工的灵修的生活真安静落来。一方面，我相信你是毋是会当真感动？伫遮咱的耶稣。上帝诚做人的款式来到即个世间，来帮助咱来入捌伊。你是毋是有啥物话要甲上帝讲？你是毋是有啥物话嘛要甲家己讲？所以咱教会即个特别咱全部顶悬有贴这写给天父的话，牧师嘛真期待咱这写好了后，家己的即个外口的圣诞树顶悬。要写互上帝有啥物款的话，这是咱教会的一个活动圣诞节个活动以前嘛捌做过，但是无有遮尔水遮尔好这个特别防水防水，所以落雨嘛毋免惊家己的即个圣诞，即马昨有即个少年人要布置伊嘛先写好咱嘛会当看别人写互上帝的话是啥物款参考拢会使。伫即个圣诞的这个中，无一定爱今仔日去写，你会当开始思考，开始写。咱伫个即个圣诞的大讲节的这个中间，所以你毋知有啥物话要甲上帝讲，或者讲你会感谢上帝，或者讲你会埋怨上帝。伫你一生的中间，到即马，逐年咧过圣诞节，过到麻痹去啊，也是有达伫啥物款，互你会当感谢。所以真重要今仔日牧师要用三大点嘛，甲兄弟姊妹分享。这三个大方向，其实嘛是安怎？嘛是咱咧过圣诞节、过大港节、过所有的节期中间，咱真爱注意的，嘛爱做信仰的反省。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咱爱有一个，咱做伙来念一遍来。悔改的心，咱爱有一个悔改的心。悔改对人来讲，其实已经嘛麻痹啊，是毋是？我有啥物款会当人悔改？我相信一定有，包括牧师，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包括牧师，咱拢总莫讲包括啥人，咱拢总其实拢爱有一个伫即个节日中间，确实有影需要一个悔改心，因为咱看到即个社会实在是太复杂的、太混乱的。比如讲家庭的生活嘛是，有拄时安怎？喘不过气来，是毋是？有拄时啊，咱为着即个工作事业各方面真拍拼，但是安怎甲过头去啊？我看到一篇文章安尼讲，有一个囡仔小朋友行路无注意，伊撞着倒仔角，伫遐妈妈怎啊竟然走来拍即个倒仔角，讲桌子角倒仔角无关，我毋知影咱捌安尼做过无？倒仔角无关。也是讲囡仔考试无考好，就埋怨，抱怨，老师出这题目出伤济啊，我袂赴写，阮囝定定安尼甲我讲，我袂赴写啊，出伤济啊。所以咱对细汉的开始，迄个教育，有真少人教是咱应该安怎样家己为着家己来负责，也是讲检讨、反省啦思考家己。
倒仔角是啥？倒仔角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人弄着倒仔角、椅仔角，他会当怪倒仔角、椅仔角。考试考歹，考无好，无怪家己讲啊，无好好啊认真用功来读册，怪老师出题目出伤济。亲爱的姊妹，这是咱伫生活内面啊，其实佫真多，佫真多。咱定定就是安尼吼，这是啥物意思知啦吼？一支手指头比别人，但是安怎？有3支手指头，其实是比家己。咱常常是伫即个社会，互咱训练出来，常常是安尼。当然，你有家己无共款的感受，但是咱伫大港的这个中间，你看到迄个顶死伫十字架顶悬的耶稣，伊安怎用拿出宝贵体恤咱？咱爱有一个悔改的心。啊，佫有一个故事是讲着有4个人兄弟姊妹伫教会内面，因的感情特别好，真好。啊，因有一天就烧酒出去旅游。啊，伫个即个暗时啊，伊开始有一位兄弟伊就开始讲哎呀，难得有这个机会啊吼，啊，咱4个好兄弟出来佚佗安尼，哦，啊，咱来真心话大冒险一下，好无？哦，啊，咱拢来讲心内话讲出来，所以伊就开始讲啦，哦，讲我吼已经做基督徒10几年啊，哦，啊，我定定走去，甲恁讲，我定定走去博缴，啊，赢真侪钱，教会无人知影。哦，第2位听着安尼，第2位嘛讲啊，伊讲哎呀，我甲你讲，我的天气真无好，哦，但是伫会友面头前，兄弟姊妹面头前，我拢笑容，啊，我拢安尼好好先生，哦，啊，所以我的太太定定互我出气筒，定互我修理甲哀个叫安尼。好咧加赞，我的太太拢毋敢讲，拢无讲出去，真正互我面子。啊，第3个兄弟是讲，哎呀，我的工作吼压力真正大啦。哦，啊有拄时啊吼，即个顶时哦，伫遐我毋敢讲，哦，所以吼，我压力大了后吼，我着定定吼，伫咧外口啊，毋敢伫厝，嘛毋敢伫教会，啊，伫外口伫遐博薰啊，啉酒，啉到醉茫茫博薰啊，即个秘密吼，教会人兄弟姊妹嘛拢毋知影我即个秘密安尼。哇，第3个人讲了后，第4个人佫继续讲啊，我敢讲。我今仔日无啥物秘密啦，哦，啊，我的秘密就是安怎，真爱讲别人的闲仔话啦，哦，啊，将别人的秘密安怎公开啦，所以吼，我转去了后会甲恁的代志，拢甲兄弟姊妹讲啦。亲爱兄弟姊妹，这互咱看到，其实伫分享，因咧分享，竟然会当安尼来分享，当然可能感情真好啦吼。但是无得较，当然这是一个滚孙笑的即个笑话吼，信用的笑话。但是，即个兄弟姊妹，咱定定伫，可能毋是伫大港者啦，伫日常的生活内面，咱着会当去体会着讲啊，人真正有限，哦，人真正软弱。咱看着迄个软弱，咱无动于衷；咱看着迄个软弱软只，咱有动于衷。咱知影讲。拢是无完全，你我咱拢是无完全。就敢若亲像圣经顶悬嘛，讲过一句话，讲世间人拢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罗马书第3章23节有安尼记载：世间人拢犯罪，因亏欠上帝的荣光。今日咱所看的圣经在内面，伫咧遮有讲到第30节，嘛有讲到，吼，行洗礼约翰是出来传道的头一个人。伊出来传道的时阵，伊第一句话就安尼来讲：讲天国近啊，恁应当安怎悔改？天国近啊，恁应当悔改。马太福音第3章第2节有安尼的记载：行洗礼约翰是出来呼吁天国近啊，恁应该悔悔。其实咱知影，伫即个世界，你我咱伫教会的生活。咱拢是罪人，较是有影，咱会清楚，伫个概念顶悬，咱拢知影，你我咱拢是罪人，咱拢是安怎，拢是需要被救赎。所以大港节大圣，咱应该学习的，就是啥物？
就是爱有悔改的心。来讲这个大心，咱若是使无有学习即件事，悔改的心，有真侪太侪，我相信侪，咱无得较做袂到、做袂到的，咱伫生活内面，咱确实有影需要有悔改的心。所以求主会保回来洗净，将咱心内面的污秽垃圾，也是讲即个固执的心，伫遐来下软，伫遐来摕掉。好，伫即个时阵，邀请兄弟姊妹，咱着安静咱的心，1分钟的时间就好，你来思考，你要安怎样用悔改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咱用1分钟的时间，请咱安静来面对，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即个时间，虽讲无有任何的音乐，虽讲无有任何的声音，但是迄个悔改的声音伫阮的心内面。主啊，无得较阮抑阁无法度去体会到要安怎用来悔改，因为阮过得太舒适了，因为阮伫大港一个中间。阮到底咧无用啥物？阮甚至是即几年中间，我嘛毋知影咧无用啥物。阮无好好安静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阮无用真实虔诚来敬拜主。阮无有太侪辜负上帝你的听。你教阮人甲人中间。有侪袂合的事，阮甚至甲你中间嘛有侪袂合的事，阮时常埋怨，阮埋怨即个，埋怨迄个。主啊，阮感谢你，伫即段时间，互阮会当来反省思考，有一个悔改的心。安静伫上帝面前，阮用悔改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主啊，原谅阮，赦免阮。阮知影阮所做无够的，阮伫阮的即份中间，有时阮诚侪老爸的款式，有时阮诚侪囝儿的款式，有时阮是顶时。有时阮是员工，主啊，遮个伫阮的生活内面，做代志，压力拢困扰阮，抵到阮无法度有一个安静的心、悔改的心。主啊，感谢你，互阮透过今仔日主日三角纪念主搁活的日子，阮三角归队遮。互阮会当食着忏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求主赦免。感恩求奉主的圣名，阿门。你有看到啥物无？第二点要咱兄弟姊妹分享的是谦卑的心。谦卑的心，咱会当看到即个潮水已经饱满，所以伊随落来。若无有饱满的潮水，就是跳跳。这我相信，这是咱看到自然大自然的即个上帝创造的帮助咱。透过植物，咱就会当知影，哎呀，这就是爱谦卑啊，这就是爱谦卑。一个真出名的指挥家。伊带领着一个西班管弦乐团，伫遐伊演出一个韩德尔的弥赛亚神曲的时阵，
啊，有一个女高音，伊唱得真好，哇，大家伫遐甲鼓掌，啊，想讲啊，即个指挥一定嘛是会甲伊学了，哦，当然咱知影迄个演唱会结束了后，吼，啊，迄个指挥拢会叫些人起来学吼，首席起来吼，啊，演唱家出来，啊，演唱家就出来，啊，甲大家举讲吼，咱若有看即个网络顶悬，还是讲咱去参加即个演唱会，咱就会通知影吼。啊，所以哇，大家在想讲啊，一定是唱得真好，这个指挥一定会赞赏有加吼。但是指挥对这个那个女高音讲囡仔孩子啦，哦，当你咧唱，我知影我的救赎主活着的时阵，我感觉你并唔知影。这女高音伫遐安静落来，讲是，我知影我毋对。拄则我只有想着讲，要有偌济人为我鼓掌，啊，我真毋茫迄个掌声会当一直鼓掌，持续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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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指挥就讲，当你爱从对你即个心内面唱出来，甲兄弟姊妹甲我讲过，你已经经历迄个救赎主的喜乐能力。所以讲，这是一个锻炼的时刻。所以因转去了后。这个女高音就开始咧祈祷，安静咧思考。哎呀，果然伫演唱会的迄天，伊唱了后，所有的这个听众伫迄个过程中间拢流目屎。最后连指挥嘛流目屎，指挥甲伊讲，我知影，咱的救赎主活着。真爱兄弟姊妹，咱的救赎主活着。透过圣诞的这期中间，特别大工的这期，你是毋是？当然，你会当体会，因为这是这个信仰的过程。咱伫这个时代，这个新约的时代，每一个咱信主的兄弟姊妹，咱拢已经知影讲，咱的救主已经活着啊。所以，这个圣诞节就是为着外口还未信主的人所来设备的，所来摆设的，no， 毋对，哎兄弟姊妹，你是毋是真正知影你的救赎主？咱的救赎主永远是活着，所以这个感动人的故事，一方面咱看到这个女高音已经谦卑接受指挥的指导，伊若毋是，伊当然是会当安怎继续唱出真好的歌声，但是安怎，迄个歌声唱出来一定是甲安怎，甲毋是谦卑落来的一个结果，是无共款的。那你怎话你敢会当分辨？你家己是谦卑的，还是安怎？还是你会当是骄傲的？当咱逐方面拢有成就的时阵，你会当去体会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所以咱服侍是为着人的恶乐，还是咱为着荣耀上帝？拄仔顶礼拜咱甲讲过尔，是毋是？你的服侍，我的服侍，咱的服侍，是要安怎？是要为着互人学乐伫迄个过程。当然，咱伫教会内面一定会有人学乐，但是迄个学乐，咱若将一切因光是安怎？是归于上帝。我相信咱渐渐，迄个学乐是安怎？是向上帝感谢主，是毋是？所以当咱伫遮兄弟姊妹，咱要互相咧学乐的过程中间。当然，咱是毋是会当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感谢主？伫大家的这个中间，我说真期待。咱毋是只有人看到的时阵，甲愿意来服侍，因为这会影响着咱服侍的这个态度。所以，咱若会当有甲救主、搁活的主伫遐有相拄的经验的时阵，我相信这是无共款的。咱会当经验到你的救赎主，咱的救赎主搁活的时阵，迄是无共款的。所以咱的服侍会当互上帝搁较欢喜，就是头他欢喜嘛。咱就是要按上帝欢喜。伫迄个过程，咱若确实有家己个人的身份，我相信这是真可惜，因为安尼咱一定会忝，你的服侍一定会忝。你的服侍一定会无快乐。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嘛，包括牧师，咱会当安尼来做。
所以咱知影，咱透过即个经文内面，当即个行色的约翰，伊伫咧人生同悬风的时阵，伫遐伊犹原真谦卑，伊知影伊要为着主做见证，讲连我甲伊安怎，甲伊讲即个话大，我嘛不配。今仔日咱看到的30节内面就讲，伊要兴旺，我要安怎随伊；伊要兴旺，我要随伊。第3章30节，约翰福音。东方的博士，咱今仔日嘛有看到即个布地内面嘛，讲着东方的博士来看着婴儿耶稣，因毋是认为讲我是着东方的博士，头手硬硬，脚仔悬悬悬伫遐，毋是因犹原真谦卑，拜拜吼，拜拜伫主的面前。即个兄弟姊妹谦卑是偌尔啊可贵的美德，咱只有谦卑卑微，才会当互基督得到荣耀。一点真重要，伫谦卑的过程中间，咱犹原会当保持迄个自信，毋是讲我啥物拢袂使，毋好袂晓安怎，毋是，但是要保持有自信。迄个自信是啥？是对上帝来帮助你我，咱会当伫即个自信的中间学习安怎样谦卑。这无有冲突，这无有冲突。感谢主，咱拄则有讲到，咱爱有悔改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咱常时伫生活内面爱有谦卑的心。咱来安静1分钟的时间来思考，你是毋是伫上帝面前、伫人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虽讲咱已经非常有自信，咱会当掌握所有一切生活内面大大小小的代志。但是你是毋是会当伫自信的内面，犹原有一个谦卑的心？请咱来默想。主，阮感谢你。你原伫即个非常安静的时刻，无得他阮会听到鸟仔咧叫的声，车咧经过的声，是因为阮抑阁无有够遐谦卑的心，阮听到遮个，甚至有囡仔吵杂的声。主啊，感谢你。就是伫马座内面，你用同卑微的方式，爱阮来学习即个谦卑的心。主啊，阮知影，阮无够谦卑。虽讲阮有做的自信，总是主，阮无够谦卑。虽讲阮有做的专业，总是主啊，阮无够谦卑。阮一直想要得到人的掌声，却袂记你要荣耀上帝你的名。主，阮感谢你，透过大家的这期中间，阮会当阁有侪礼拜伫遮来思考，因为伫这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阮拢会当伫阮的生活内面来学习，阮伫工作会谦卑。阮伫家庭生活会谦卑，阮伫教会内面服侍会谦卑。感谢上帝，你赏赐互阮有自信，会当伫遮成做一个有影响咱的基督徒。阮常时爱搁较谦逊的心、谦卑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互阮安静1个偌久的时间来学习安怎样来谦卑。阮会当看到，当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的时，阮掠即个来成做阮学习的模范。感恩我求奉主的圣名，阿门。最后一点要咱兄弟姊妹分享的是，因为神，这是一个真咱讲对神学来讲，
对生活来讲，对伫上帝的话真重要，因着信因为信。这个因为信当然迄是咱有自这个信这个咱的自信信心有够，自信心有够。咱有这个有教养拄则讲的谦卑的过程中，咱永远会当是有自信的。这个信心也就是安尼来培养，但是迄个信心是对倒位来？现在兄弟姊妹，咱咧信主，咱信主耶稣基督，将做你性命的救主，迄个信心对倒位来？家己来吗？毋是嘛？咱爱知影，迄个信心是上帝赏赐互咱有即个信心来挂靠伊，来信靠伊。这是真重要的一个概念。当然，这伫神学家来讲，因的解说真多，但是牧师掠这个重点来讲，就是你为什么你会有信心？你会自信吗？上帝互咱有自由的意志，但是你的自信是安怎？是一般世俗的。我相信这是一般世。咱若无有信仰的信心，迄是咱就是无谦卑的心。所以伫大讲这个时阵，会当互咱搁较聚焦，互咱想，因就是因为啥物？因为信心啊，因为信心。所以第27节约翰有讲到，若毋是对上帝天所赏赐的，人就无算得什么。当我看到这段的经节的时阵，互我有真大的提醒，互我真大的反省。较想影，若毋是对上帝遐所赏赐的，人就袂得算什么。若毋是对上帝遐有迄个赏赐，互咱有即个信，有无？相信信心，咱就无算得什么。所以表示啥物？人伫上帝面头前，其实应该是一款的无助的状态。所以咱知影咱的信仰，信仰就是啥？人踮伫上帝面头前，一无所有。伫遐咱咧恳求、期待、恳求上帝来赏赐、帮助咱。所以伫希伯来书的作者，伊用3个字嘛来形容。人对上帝得到丰富的信仰、稳定的秘诀，就是啥物？因着信，因为信。所以伫希伯来书嘛有讲到11章的时阵，有讲到亚伯拉罕迄个毋知伊要去倒位有无？亚伯拉罕迄阵啊，虽讲受封掉，迄个毋知伊要去倒位，但是伊确实相信了后，伊受封掉的时阵，伊遵探上帝的命令，离开你的啥本族、本地、本族的所在。出去，伊毋是盲目的出去是因为因着信，因为信。所以除了亚伯拉罕以外，其实圣经顶悬的遮个作者，还佫讲着侪信仰的前辈，因拢因为蒙福，就是因为信，因着信。咱知影基督出世伫2000年前出世伫倒位中东的所在？为什么咱今仔日要佫庆祝的？要佫纪念的，基督虽讲是2000年前降生伫即个中东的所在，但是伊是全人类救赎主。昨今仔日一直到永远无改变的主。今仔日咱思会透过即个迄个启应文内面有讲到，伊是啥？阿尔法，伊是啥？欧米伽，起头的甲落尾的。所以基督毋是干那是古代人、古早人的即个主，是今仔日每一个人的救主。基督毋是以色列的主，嘛是全人类的主。所以人要安怎样得到主出世，得到迄款的福分呢？圣经顶悬真清楚甲咱讲，因为信，因着信。约翰一书福音第1章12节，讲既然接待伊的，就是信靠伊的人。伊就赏赐因完成做上帝的囝儿。愿主来帮助咱，迄个信来得到伊因信称义嘛吼。主的保罗的即个有神学啊吼，因信称义，迄个信对倒位来？上帝所赏赐互咱，毋是咱家己主动伫遐我要信，我要信。其实迄个我要信，我要信，其实嘛是上帝主动伫迄个push的中间催逼咱，就爱信。
那毋是兄弟，咱无法度伫遐讲，我凭着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安尼的信心是世俗俗世的，咱这个是感谢，咱来感谢上帝。哦，大讲这个时阵，咱就来感谢上帝，对开始悔改的心，而且咱安静学习谦卑的心，过来咱来看，感谢主。想主互咱有即个信心，咱会当借着即个信，而且来成圣，成做圣，愿主祝福帮助咱，请咱三甲按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大工这期第二礼拜，你帮助阮兄弟姊妹，若是干那过俗世遮的日子呢？阮应该爱搁仰望迄个属天的日子，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阮真期待希望会当亲像伫地里，那亲像伫天里，迄款真真正正信仰的生活。阮当年咧过，无论是大港节、圣诞节、过活节，每一款的节期中间，阮知影虽讲是为着阮人所设立的，总是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帮助阮。甲你的关系会当伫个一年的中间，迄个最后12个月、12月份，伫咧过，伫即个最后的一个月，互阮嘛会当，而且来反思，阮毋若是干那今年，对伫阮一出世以来到即仔，主啊，阮实在是有找时间，无有反悔的心，无有谦卑的心，甚至是用家己肉体的心，伫遐来做家己要做的代志。主啊，阮感谢你。透过即个节期，阮都安静定睛伫咧主你出世的马座顶悬，互阮会当详细来听、来看、来思考。感谢主，想使阮有信心来跟对你，想使阮有信心来应用你，想使阮有信心来过世间的日子。祝福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大家的节期中间，帮助阮无过头虚夸来庆祝。乃是来纪念上帝你的名，感恩不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多谢杨牧师给我们的分享啊！请这大家来记哩，咱来因回应的诗歌，伫圣诗197次，见若有人互做苦楚。
了解。好了，现在回应上帝来后面的时间请书店的同工来就义。我来报告吼，服侍当中的后礼拜是主会是江慧玲执事吼，那其他的同工请自己来参阅吼。那主会人数，咱人家己来看吼。那本会消息吼，即摆疫情虽然有放松吼，那即摆假使既然有咱有人隔离的时阵吼，有感觉无所快，或是需要紧急的处理的代志吼，应该教会来通知吼，教会会马上来帮忙吼。今仔日是咱大港节第2个主日吼，咱会点第二支的紫色的蜡烛吼，伊象征是咱的预备跟信心吼。来预备主的道路吼，咱家己就要有一个好的行为的好榜样吼，互遐未信主的人吼，因为看到咱的行为吼，会当更渴慕咱的耶稣吼。第3点是今仔日中午12点半要伫1楼要开迄教育组的座谈会吼，那请各团体的会长小组长来参加吼。那第4点是今仔日下晡1点要开咱定期的长执会吼，请咱的同工准备先来参加吼。那第5点是有需要订迄个圣诞糕的兄弟吼。请到迄公布栏的所在登记吼，登记的截止日期吼，是到后礼拜吼。第6点吼，咱在2月25号的时阵，咱有一个联合的圣餐礼拜吼。这当中呢，有兄弟要洗礼吼，有需要等于是要先向咱的牧师。或者是干事来报名吼，咱有安排迄纪要真理的课程吼。那即马成人礼已经报名的是胡树林、王小贤跟林慧玲，
幼儿喜是李昶义，还有李昶勋、王以轩、王以林、王以柔、王瑞化、王瑞业也北部是王小贤，甲伊的母亲是林慧玲吼，因全家7位要来洗礼吼，啊，佫有蔡新英，啊，甲林恩智，还有郭可人哈。那第7点吼，咱教会怎圣诞节有这活动吼，那一些热身的等于是活动已经开始啊吼，去咱对于这弱势的团体吼，那我们有一些弱势关怀的奉献哈，那这是跟爱无限来配合的。今仔咱目前已经引进200户的弱势家庭吼，佫一个热身的是爱时刻的绘画比赛吼，要邀请咱的囡仔来来画图，来画下那个爱的时刻吼。有参加的人拢用得到50块的原油券。那如果有得奖的人吼，有摕到1000块的奖学金吼。重要的是这个作品吼，咱知影12月9号已经截止吼。另外一个是一个暖身的活动吼，那就是我们讲的爱祝福这一个活动吼。大概我有讲到咱有一个写给天父的信吼，咱应该咱今日周报内底应该拢有夹一张给天父的信，咱这张信是我们自己写好咱的题白吼，这个材质吼，伊是都要用油性的笔写吼。那干事那边桌上有这个油性的笔哈，那大家可以预备你们的信，可以来写下这个信，然后再挂在我们的圣诞树上。那24号当天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哈，那是我们爱无限的圣诞市集哈，那是因早起11点就开始啦哈，这个市集是真特别包括二手的市集有美食的市集吼，佫有很多真济咱的手工的活动伫内底吼，佫在你户外咱有舞台吼，有表演，咱的麦子剧团也会有2场的表演在那边吼。那最重要的代志是一个，咱迄天的所有的消费吼。咱都要用原油券哈，所以大家可以提前跟我们干事来购买那个原油券，可以邀请咱的朋友来哈，一张原油券是50块哈。那另外在当天还有我们当天晚上暗时还有圣诞的平安夜的礼拜，是伫6点半开始哈。对。你12月25号的时阵9点半，早起9点半，咱有圣诞的赞欧乐的礼拜这部分可以咱来请杨牧师来对这个活动可以做一个补充吗？好，听说咱伫这个直播顶端有讲到24号为11点甲下晡5点咱拄则咱的卢平技术有讲到即个二手市集啦，即个活动其中内面咱会穿插一寡即个无论是艺人，还是讲咱的即个圣诞节即几年咱即个麦子剧团特别是即个兄弟姊妹真辛苦伫遐要为着福音的缘故，所以因伫遐来排练虽讲真忝，但是因我看拢真快乐感谢主真好的信仰实践。咱来看一个影片这是即边的主队特别针对疫情伫遐来看的主队咱会当来看，来，咱先来吧，来看。
场吼，11点半到2点半吼，有2场的即个舞台剧吼，伫咧咱的教育院遮，吼，咱会搭即个舞台吼，即个戏剧主要就是咧讲疫情带互咱的即个无爽快即个咱需要安怎用伫遮做反省所以咱即个剧吼，一看就知影吼，咱因排练足久排练足久真辛苦，总是因真愿意伫遮呈现佫有除了即个戏剧以外咱佫有即个咱会当看到咱将咱的即个团单这拢是咱社区这应该是咱隔壁注意社区分到即个隔壁咱囡仔诶朋友这需要上野朋友西美上野朋友这个囡仔这个每一姊妹去送因遮的好朋友，邀请因来这拢是咱的师范长老师邀请伊配合家庭伊学校囡仔的学校的家长所以伫遮咱看到已经有开始有一寡行动毋茫咱兄弟姊妹嘛是会使摕咱的 DM 拢伫后面有3张，拢伫后面咱将即个日期甲兄弟姊妹甲你的朋友讲，邀请伊50元的朋友券甲买落去，来邀请伊来传福音伫即个过程中间将上帝真实的平安赏赐帮助咱做阵伫遮24号、24号暗时咱有即个平安年的礼拜一个真安静牧师伫遮分享讲道有圣歌队诗班吟诗默想安静的时刻咱有守圣餐24号暗时25号的守圣餐基本上有迄个形态有一点无啥共但是拢是守圣餐25号咱就是圣诞真理礼拜伫遮咱透早9点半伫遮联合真理礼拜咱拄好迄个礼拜就是咱今年度最后的一礼拜嘛是圣诞节，所以真毋茫兄弟姊妹咱拢会当做伙来参加迄个25号会报告一个小小的活动咱有要报佳音当然即个报佳音是已经安排好啊咱佫有一个报佳音是一个社区报佳音安尼所以有主来保守咱为了圣诞的节期一方面咱伫遮来庆祝纪念，一方面嘛是无袂记哩爱宣扬上帝的福音伫遮咱用遮的方法这是一个方法来邀请即摆真侪教会咱即几年拢用即个圣诞的市集咱其实看真侪教会开始嘛伫遮来学习做阵来学习我看咱马口做侪教会嘛是有算市集，但是当然无咱规模遐大伫台北的教会，我以前5月的教会嘛有看到，牧师恁有用这，我嘛要来学习一下。所以因遐教会嘛都讲办圣诞市集，用即个社区的方式，所以援助事奉嘛帮助咱，咱伫拄则所讲的迄个几点3点内面伫遮来学习，援助事奉帮助好，以上安尼报告。多谢牧师的补充我们关怀歹斗的部分分归潘佳音姐妹先生廖天士潘佳音是在华语堂的聚会因先生天士弟兄他伊的脊椎受伤明仔载要开刀请大家来关心来歹斗你厝的调用的兄弟有苏绵义林晨清长老吴世明赖建志长老林建志、林德修、曾文德、郑明霞、罗金丁、徐建庭、林李敏珠、陈天成、潘永洲大院的有姚卫新、李希明、洪分展弟兄的妈妈还有白喜秀英奉献的部分请兄弟家己来看有叮当的部分咱的会计同工来反映所来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是约翰福音第3章的27节，咱来读2摆约翰应讲，若毋是对天予伊，就人袂得到啥物。约翰应讲，若毋是对天予伊，就人袂得到啥物。来上言。
请兄弟来听一礼。咱要唱的诗歌是信息514首。咱要散会嘅求主赐福。信息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一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之，阿门。
谢。过来，来。你看这样。那你无大号，我甲登记。你可以吗？快乐，幸福快乐，这样子。Thank you.